方法一嗱，睇睇佢講咩先。有兩個嘅 sphere， 咁我會畫個草稿先㗎啦。兩個球體，大啲嗰個同細啲啦。咁我分別不如就叫做嗱，佢有講到一句嘢咧，就係話呢個半徑，咁我都解釋過啦。大啲嘅半徑 radius 會等於細啲嘅 diameter 直徑。好，咁即係其實咧兩倍有個關係，即係話如果細啲嗰個叫 R， 大啲嗰個叫 2R。咁因為你直徑係 2R 嘛，如果細啲個叫 R， 咁佢同你講呢條半徑咧要等於翻呢條嘅直徑，咁咪即係 2R 咯。咁所以你可以當呢個細啲叫 R， 大啲叫 2R。好啦，嗱咁方法一咧，我哋先用一個簡單嘅方法係咩咧？就係你背翻個公式，球體嘅 volume，sphere volume 係咩啊？係4/3 πr 三次方。嗱呢個就係個 volume。咁嘅話咧，你只需要用翻呢條公式咧，咁就可以計到㗎啦。咁依家你嘅資訊係咩？兩嚿嘢加埋，呢兩個加埋係324 π。咁所以我唔係就咁將呢兩個加埋咯。咁所以咧，你要寫個設句嘅。咁我例如我寫翻 R 啦，2R be radius 啦 ，smaller and larger sphere。4/3 πr 三次加4/3 2R 三次。嗱，我咁樣咧，其實就代表緊咧，我將一個細加一個大，咁呢兩個加埋。好，咁啊等於咩？等於翻佢俾你嘅資料，即係呢個324 π。咁你而家咧，只要解咗呢個就得㗎啦。4/3 π咧會抽咗出嚟嘅 ，R 三次加8R 三次。嗱，點解我抽出嚟？因為大家都有嘅，咁我搬出嚟先咧會容易啲計算。咁另外個派你會約咗個派冇咗㗎啦。咁接住落嚟，你應該將呢個乘3啦，再除4。好，243應該。嗱，9R 三次方即係243，咁就計到 R 係3。嗱，你先除9，再整翻個 cube root，咁咪計到 R 係3啦。咁呢個係方法一，但係我哋未做完。你而家要揾 volume 啊嘛，咁 volume larger sphere 咁等於咩啊？你咪再寫翻條公式咯，4/3 π 2乘3嘅三次方，咁應該計到個答案就係288 π。計算咗個 R， 睇翻個體積幾咗。如果咧我直接用體積比例計咧，咁我就直接寫 volume of larger sphere 等於咩咧？首先會先等於324 π。點解我要咁做咧？都解釋過呢類題目咧，佢通常會俾咗啲體積你嘅，你就利用呢嚿用個比例去計嘅。咁然後我哋就乘一個比例。要諗翻呢個324係咩嚟先？兩嚿嘢加埋，因為呢個324咧，如果我真係想比例咧，個口訣係咩話？除自己乘人哋。咁呢一個自己，即係呢個324就會自己啦。就係你要諗一諗，就係呢個324佢佔咗幾多一個比例？而佢係兩個波加埋，咁即係話你個體積比例就應該係兩個波加埋嘅體積。咁到底個波嘅比例係咩？嗱，我哋首先可以係寫一寫低嘅其實嘅 ratio 同大球體嘅比例幾多咧？係1:2嘅。呢個 R 呢個 2R 就可以寫到個體積比例。個體積比例啱啱我解釋過，呢個324係兩個波加埋。咁所以我嘅自己即係個分母咧，你應該係要擺一個咩咧？擺一個兩個波加埋嘅體積比例。好啦，咁即係咩啊？就係1嘅3次方。加2嘅3次方，因為你依家個長度比例係1:2，體積自然要將佢3次方啦。如果想寫個比例，所以你將呢兩個3次方加埋，就係兩個波加埋嘅比例。分子咧，分子就應該係2嘅3次方啦。點解咧？因為我而家想揾咩啊？我個人哋係咩咧？除自己呢個就自己，人哋係咩啊？人哋係呢個大嘅，即係我想揾大嘅。咁大嘅個比例係咩啊？個比例咪2咯。長度嚟噶嘛，3次方加埋。嗱，所以呢個你寫多一篤機啦，324 π 乘2嘅3次除1嘅3次加2嘅3次，咁你就會直接計到個答案，就會直接計到我哋啱啱嘅288 π。呢個方法就係方法2。咁依家我哋 B part 咧，佢就叫你計 sum of surface area of two sphere， 兩個球體嘅表面面積加埋。呢個時候你又要背翻啲公式。到底 surface area 公式係咩咧？4 π r 2次，都係嗰句，你有冇個 R 咧？你前邊其實計過一次嘅，係3同埋6嘅分別。即係如果你用方法1，咁所以 B part 咧，假設我用方法1嘅話咧，
4派3嘅二次加4派6嘅二次啦，做完㗎啦。因為我哋方法一係計咗 R 嘅，咁呢個方法一180派 cm square。嗱，方法二因為你冇計到 R， 咁所以呢度你要麻煩少少，你要先計 R， 跟住4/3 R 3次等於288派。咁你就可以計到個 R 就係6嘅，叻啦！呢個應該大 R 嚟嘅，大啲嗰個，因為我哋 A part 係計大啲嗰個嘛。如果你用方法二，你要計翻 R 先嘅，咁你就用翻 A part 計到288咧，你列翻個體積4/3派 R 3次，等於288派，咁你計到係6，咁你依家就再代入去啦，因為呢度應該6除2咁樣啦，個答案係180派。好，咁第一條就搞掂。